你讲一声唔知，三声无代，敢若因为无熟悉咱台湾的法律规定，外国就讲违规停电动车妨害到交通。有民众来到苗栗万里火车头前，看到两个乌日送伫咧无用闪人的车，因为这些车拢是违规停伫这的电动车，人就那个画面翕来，分享到人面册社群，引起到网友回甲真热。嘛有一寡人咧骂讲大主大意乌白闪人的车，安尼实在真不应该。不过嘛有一寡网友认为讲，拄到这款的情形，上好也是报警察来处理。无伫咧刷车的时，万不利若是伤到人的车，引起到一寡无必要的刷杀。两个乌里送拼死命咧刷车，看起来真正力，但是嘛是一台接一台咧刷，全部拢是因为车站头前拢是违规停的电动车甲脚踏车。要妨碍我们通行啊，挡到那个障碍者的通行道。真正是足生气，这是苗栗县万里火车站车站头前的路，明明就画禁止临时停车的线，想袂到也是有骑车的人，因为贪方便，就随便来停车。停到这个方线来了，停到这里来了。那我们的停车格是在那个地方，他都停到那里面去，快到那个白铁栏杆的地方了。就连原本车站规划无障碍通道出入嘛封挡起来，当地的民众是真困扰，所以才有民众主动来将违规的车刷开，规个过程互人翕落来，放起咧网络顶，声去讨论。袂少人拢感觉应该爱伫遐来画红线，嘛有人认为也是爱报警察来处理，较免刷车的过程，车若受磨到也是受伤，安尼颠倒有可能互违规停车的车主来要求赔偿。我们了解这些车辆都是外籍移工所放置的，他们对我们台湾法令不熟悉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这边有加强劝导，还有取缔。可能是因为无了解台湾的法律，外籍的劳工朋友才会来出现违规停车的情形。警察先对违规停车的人开劝导单，嘛有请翻译向因来解说台湾的法律，避免后一回再来犯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